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7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再来关心疫情哦，过来今仔新增加16个本土病例，一个境外病例，有1个人死亡。今仔下晡2点嘛重新开放疫苗登记，而且增加国产高端疫苗会使选择。另外今仔日会阁有582000档的 A4 疫苗会送来台湾。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本土的病例有16例。 那境外移入1例，那死亡的个案有1例，16例里面居隔阳性的有7例，桃园市6例台北市5例新北市4例，新竹县1例。可是目前这混打还没有开始来执行，今天下午2点重新开放。 让这个还没有接种的民众尽速完成登记。我们会提供一个新的选项，就是高端疫苗不过现在开始接种的时间还没有明确，我们要看看这个整体的供应量的一个情况。是20岁以上的民众才会登记，有58.2万剂 AZ 的疫苗今天下午会到。 有效日期是110年11月30号。过来疫情等候3级警戒对今仔开始降到2级，指挥中心早起嘛开全国防疫会议，宣布要开放1条辅助平台，让1条的人员会使下管区来查确诊者的行踪，第一时间会当来考出接触者。过来新冠疫情等候拜2、27起3级警戒降为2级。 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社区感染由原是以湘北地区上侪，占所有感染案件数的7成4。除了湘北，其他县市疫调拢调降为中低等级，要求地方政府应该落实疫调。佮宣布即日起开放疫调辅助平台，让疫调人员会当跨县市查询确诊者卡者，有利疫调及时可列。疫调辅助平台是有助于加速疫调。 那对于疫调人员的使用极为方便，但是同时要去注意对于个人隐私的这个保护。陈宗彦表示，这套系统只限制疫调使用，也请地方政府登录资料了后的28天一定要删除，而且当事人也会当查询倒一寡人查过家己的个资。此外，新冠疫苗开始做高单，发现有一寡专案做疫苗还未开放。 因过部分县市提前开始做，较会造成中央疫苗分配失衡。县市政府之间一定这些局处的执行跟作业，务必要让卫生局来了解。那我们开放给这个全民在预约系统上预约的这样子，才可以依照顺序来做接种。陈总监强调，疫情警戒虽然降为2级，部分行业陆续放零。 目前相关指引拢有要求业者提出，万一出现确诊者的处理机制，所以提醒民众有缘爱落实定洗手、挂嘴罨、挂自保持社交距离等个人防护。记者综合报道。 防疫降级哦，也毋过嘛是真侪人真烦恼，讲疫情敢会阁压起来。过来有专家是认为讲，若是继续来维持接洗手、挂嘴罨，疫情应该会当受到控制。专家嘛建议讲，民众除了做2档的疫苗，若是常常爱接触真侪人，是风险较悬的行业，上好是逐礼拜拢家己做快筛。持续2个月，全国3级警戒，总算降到第2级。 即届国内疫情会当顺利转好甲降级。国内医师认为讲，除了民众配合防疫政策以外，全国积极做体检，找出侪无症状的感染者，拢是关键。民众其实很配合政府的政策，包括戴口罩、勤洗手。另外，我们大概很多聚会啦都取消了，很多会议都取消了，很多公共场合也都少去了。目前的筛检呢，在 几个主要的有病人的地区都还是很认真在做哈。那县市长呢，大概亲自下来督导，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医师表示，新冠病毒本来就无可能甲零确诊的程度，每一天新增加个案的数量，伫会当接受的范围，也是爱恢复正常的生活。若是有持续落实接洗手、挂嘴罨等等的防疫措施，估计会当控制2个月。不过，大家防疫的心态，久来若是放冷气，疫情可能就会反苦。 另外，伫咧边境的部分，虽然政府也是决定要严格管制边境，不过未来也是有解封的可能。到时，侪轻症甲无症状的感染者，也是有可能会甲病毒拐入来台湾。
目前境外一路的确诊个案在检疫集中旅馆跟这个检疫旅馆中间一定要严格遵守自律的生活跟检测的配合，以及以后在住酒店管理那一段期间不要出入公共集会场所跟大众运输工具，来阻断从国外进来的这个变种病毒造成社区的流行，从家户到社区这样。学者认为讲，未来民众除了爱做两档的新冠疫苗以外，若是家己感觉讲，清在咧接触侪无共领域的人，或者是做风险较悬的行业，应该按每一礼拜拢做居家的快筛。若官方设立体检站，上好嘛唔通减少，才会当量早找出病毒量悬、稳定的感染者，量早来阻断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欧洲国家日前宣布要捐予咱台湾3万剂的疫苗，这嘛是伫立陶宛斯洛伐克了第3个要送咱国疫苗的欧洲国家。外交部跟总统府拢表示感谢，嘛强调讲咱甲日前除了是自由民主的伙伴，嘛是伫困难中有真友情的好朋友。日前要送咱的疫苗到底是啥物牌子，佮有啥物时阵会送来台湾，目前是在讨论中。I have urged the Czech Prime Minister, Health Minister, and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o organize vaccine delivery for Taiwan. 超级优待的捷克布拉格市长赫吉普6月就敦促政府送疫苗给台湾。而那捷克内阁会议了后，卫生部长沃伊泰赫宣布将捐赠至少239万剂疫苗到各国，其中送给台湾疫苗数量也为2万剂提高到3万剂。大力支持正代疫苗的捷克参议院院长韦德奇伫推特特别标注2个国旗，表示这份礼物有重大代表意义。台湾捌几啊摆帮助捷克，这是一份回报，也展现政府对台支持。外交部我们诚挚感谢捷克政府宣布捐赠给我国3万剂疫苗。患难见真情，就这个时刻，台湾跟捷克真诚友谊的最佳写照。指挥中心甲总统府也对此表示感谢，认为患难见真情。捷克是第5个宣布捐赠台湾疫苗的国家，进前包括美国250万剂、日本334万剂拢经到货，立陶宛2万剂 AZ 疫苗有计9月来台，斯洛伐克1万剂，捷克3万剂，来台时间还未定。捷克也是第3个送予台湾疫苗的欧洲国家，台欧关系渐渐升悬。I really want to thank you. 驻美代表萧美琴是甲捷克驻美大使用条例会友，以代表美式展现台捷友好。捷克进前疫情惨重，确诊数突破160万，死亡率更较是要拉到全球上悬。也毋过5月疫情缓和，渐渐解封也积极注疫苗，目前完整注疫苗的人数来到460万，突破4成。记者综合报道。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增加16个本土病例，有1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嘛有1个人死亡。今仔日台北市哦是有5例，新北市是有4例，桃园有6例，新竹县有1例。咱台湾目前的总病例数嘛已经超过15599例啊。咱再来看美国在台协会 AIT 传出一个员工喂着病，指挥中心讲哦，这 AIT 的员工是互处理的人去喂着的，嘛已经考出12个 AIT 的接触者。另外，我郡的大地店甲台北中村国宾野城嘛有确诊者捌去过，所以暂停营业要消毒3日哦。因为新北市目前并无开放餐厅内底会当食物件。也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地是考虑讲，要来开放餐厅的户外空间，会当来用餐哦。好友伊是讲哦，佮爱观察这礼拜疫情的变化，才要来决定。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外面有袂少民众拢伫等待，因为27照常开放申请签证，但内部有1个已经注2剂 BNT 疫苗的员工确诊，指挥中心证实是互带做伙处理人喂着，目前已经空了12个 AIT 相关人员。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发言人邓艾德是以声明指出，因为阮司无法度透露更加侪信息，会消毒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区域。另外，健身房开放了后，我郡的台北站前店、中村店、内湖店，即间是大地店有确诊者出现，20日暂停营业3天，也是有送会员，佮有想要来运动的民众加走一抓。来了以后才知道说没有开，因为我没有接到通知啊。因应疫情影响，台北大食店在7月26号已完成全面清消，并配合中央及台北市政府防疫规范，在7月26号到7月28号停业3天。
台北中村国宾影城紧急扩大清消，确诊者是伫22下晡去看电影。目前市府已经安排12个员工进行采检，嘛透过吊实联制要掌握看同一场电影的10个观众。疫情警戒降疫期嘅头一天，新北市长侯友宜去市场看防疫情形，看到人就问讲，敢是已经做疫苗？伊认为虽然疫情有豆变好，但针对市场各夜市的部分，要继续实施处立刻管制，也有实联制等防疫措施，嘛禁止试者对台北市长关务体考虑豆开放伫户外餐厅用餐。侯友宜要先看这礼拜的疫情安怎变化。如果这个礼拜这些观察指标再往下走，我们就可以来做考虑。侯友宜强调会一直检讨，若是疫情控制了好，会一步一步开放。但是若疫情掌握无好，就必须要一直咧严格执行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伫疫情期间邮局的货运量是增加将近3成，以早拢爱签名收货，即马为了要减少接触，邮局嘛推出扫 QR code 签收的新办法咯，咱嘛做伙来了解。邮便司搁服务员甲翠安，甲挂号的包裹送去民众因兜。即马只要透过扫 QR code，确认签收网页显示包裹的信息无问题了后，伫家己的手机输入名姓，确认签收，就会当完成领包裹甲签收啊。配合疫情的一个这个严峻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推出这个零接触的一个签收服务。邮政公司统计，英国平均每一天送的包裹超过10万件。伫疫情的期间，运送量颠倒增加2成左右。为了确保邮便司甲民众的健康，佮推出 QR code 签收的方式。不过业务量真大，邮政公司第一线的柜台人员目前大部分拢还未注疫苗，第二嘛引起员工的不满。指挥中心表示，专案的名册部分会搁专案来处理，员工卖当透过中央疫苗的平台来预约。专案的类型，因为有时间依照疫苗的这个分配等等，所以会依照计划陆续来做执行。指挥中心表示，邮政公司柜台人员已经有列名册，属于第7类专案的注射对象，会照计划来执行，而且专案甲预约会当同时相并来进行，所以鼓励专案人员会当先去预约平台来做登记。记者综合报道。对今仔开始幼儿园、安亲班拢有条件开学上课，真侪家长一早就甲囡仔送去学校。有家长是讲虽然嘛是阁有淡薄仔烦恼，也毋过若是学校会当做好防疫，嘛是应该会当放心。这叫什么？梅花鹿。梅花鹿啊！梅花错。囡仔话甲老师人甲笑嗨嗨，因为疫情的影响，幼儿园已经渐静一阵啊。27疫情降做2级警戒，总算阁听到老热叽家桥的上课声音。袂少家长赶伫咧上班进前，甲囡仔带来幼儿所，因为3级警戒这2个月，逐工拢是哪工作哪顾囡仔，即摆会当甲囡仔送来园所，感觉真期待。困兽之斗的部分吗？很累啊，我觉得。可是大家也还是为了小朋友的安全啦，也还是会有一点担心。但是我相信幼稚园已经做好很完善的保护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家人都已经陆续打了疫苗，能够送来，我觉得稍微比较踏实一点。一些说优先可以先那个报名的，嘿嘿嘿，双薪家庭吗？对对对，双薪家庭。为着要恢复上课，老师拢有先注预防车，囡仔入去园区都爱消毒、量体温，入去到教室也阁爱消毒1摆。防疫是做甲真点点。以台北德生幼儿园来讲，原本是招150个，即马为着防疫下降到一天30-40个，不过会豆豆甲恢复到75个。以警消医护5类优先，其他分组分流。有很期待要来上学，但家长可以带的那个幼生，我们就把它用分组分流的方式，按照机组人再去除以5天，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的几天。除了这5类之外的小朋友，大概可以到2天。根据北市府估算，幼儿园下降会当提供34000个学童的服务，安亲班大约是3900人，望会当来协助家长减轻因伫疫情下带来的教育甲托儿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8月份开始，5岁以上囡仔就学补助，就对15000块要提悬到21000块。也毋过这笔补助要等到11月底才领会到，因为疫情影响，幼儿园甲家长拢有真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伊望讲政府看敢会当提早到9月份，就先来发这笔补助。
三级警戒解除了后，私立幼稚园8月初1就要开学啊。为今年8月份开始，政府对5岁囡仔就学的补助，15000块提悬到20000。不过，根据目前的规定，8月初1去读册了后，9月初1幼儿园才会列名册，10月15提出申请，11月15是各地教育局罚款的期限。受到疫情的影响，幼儿园有现金周转的压力，无法度照过去先为注册费先扣起来，干来等到11月份罚款了后，再转发给家长。路都非常拮据的情况之下，如果到了9月再来代垫这一笔学费，要扣到9月、10月，等到11月才能拿到这笔钱。事实上是相当的困难，可以在9月初就能够有一笔这样的一个育儿津贴，能够先拨给这个师幼。政府可以提前补助或拨款的话，对家长的那个比较薪水的话，比较不会那么大的压力。面对私立幼稚园甲家长的压力，民进党立委张嘉宾呼吁教育部，甲就学补助提早分期付款，减轻家长爱做一届甲注册费60000的压力。那我们也要求地方政府，它必须是在1个月内受理案件的1个月内，它就必须要去拨付给幼儿园。所以其实假设说，如果幼儿园它如果早一点去做一个造册申请，那其实它就可以它可能就快一点的话，它其实在10月1号。前，他其实就可以拿到相关的一个经费哈。其实中央已经在7月份的时候预拨90亿到地方政府了哈。那如果说呢，后续还有不足的部分需要提前来拨付的话，国教署这边都可以循相关的修改分配预算的程序来办理。这个疫情，私立幼稚园甲家长拢受到真大影响，嘛拢希望会当紧领到补助，先度过开学进程的这一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地方新闻哦，防疫降级已经有真侪庙寺开放会使入去庙里拜拜咯。亲像台中大街镇南宫哦，特色各节出入口嘛严格来执行防疫办法。有真侪信众是拢讲会当来庙里拜拜，因的心情真好。入去庙门进前爱消毒、量体温加实验制。参拜进前也阁有这一段提醒。两边入来，咱好评出去。咱无提供外杯，也无提供抽签。27号全国管制降级，宗教场所有条件开放，市内上济50个人，市外上济100个人。台中的大家镇南宫一透早就有信徒来参拜。因为咱拢有这个信仰吼，拢想要来妈祖婆遮拜拜安尼啊，嘿。今仔总算登啊对，啊无本来拢是会使伫个口外遐拜啦，有当啊拢来灌洗安尼啦，嘿啊。今仔开放头一天就紧来。嘿对，嘿是安尼真欢喜，拜拜安尼保平安啦。大家镇南宫照庙内的面积来算，会当稳准99个人伫咧内底，因此向民政局提出申请，佮按照内政部的规定设单一的出入口。庙方表示，降级了后，宗教场所工作人员甲民众接触的频率增加，为了避免造成另外一波疫情，建议中央会当规划相关人员来做疫苗。对着后个月即要到的中元节，是建议民众以多元的方式来普渡。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来提早登记，那当天不要来。哦，以前我们会鼓励说当天来拜，你就交给庙里，庙里会帮你处理好。那有心就好。疫情境界降级了后，各庙宇也搁伫咧观察，做法也拢无同。像丰原主祭局每一个神殿只会当有5个人分流管控，潭子的潭水亭只会当有50个人伫咧内底，以无同的计策来做好防疫，同时也满足民众宗教信仰的需求。记者台中报道。咱来看高雄的传统市场，对今仔开始唔免搁看身份证的号码咯。早起市政府嘛将对93个市场来做稽查哦，有一寡大商无做好防护，嘛互要求讲爱改善。每个入口处，采买民众也是自然把身份证刻出来，袂记27号是降级的第一天。有方便，不用带身份证。像说有些熟食期的遮罩，我们是希望能够密闭的程度能够加高一点。每个出入口都有一个计数器，在计数进去的人流跟出来的人流。那如果假设达到一定程度啊，它就会开始控制一些人流的进出。唔免分流地当采买，民众拢真欢喜。市府早时嘛，针对全市93个公司有的市场来稽查，了解摊商的人流管控，还有防疫到落实。
这里用这塑胶包容起来，安尼就民众较袂迄落鸡仔肉起来，就要直接食硬安尼。伫国民市场的部分，有一部分的摊商食的物件无全部包起来，互要求改善。某摊商是烦恼疫情，啊毋敢开放伫内面用，嘛认为生意要恢复甲疫情进前，还佫有真长的一段路。无人，你看拢无人。你若讲第一天，他们还不知道啦，啊有诶毋知影，所以你若无分流，就较有人嘛。市府表示，全市的传统市场拢无超过法定容留的人数。研判是第一天有民众毋知影降级，啊，毋过嘛提醒客宅的动作是袂来放松，应该有的防疫作为还是爱做好。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共报道。咱只恭喜郭贤顺会使晋级哦，咱嘛阁继续来帮伊加油。咱阁来看降级的头一天，有真侪观光地区人得袂少。南投的溪头自然教育园区今仔开始开放，上侪是含3500个人。高雄丁清湖的风景区，人甲车的总量管制嘛放任到5成，园区同款禁止食食。降级级的头一日，南投的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的停车场车是停甲满，游客讲总算互因等到这一天啊。哦，我都一直想溪头这边的绿油油的绿色丛林，让我的眼睛都长亮了。会啊，会想来啊，因为暑假也都没有地方可以去。在游上美景的时，有关爱保持社交距离，爱挂喙暗，也爱食连者。溪头自然教育园区27开始开放现场买票，限制上侪3500人。虽然有开放游览车入来，不过一车敢若通载20个人。来行岛的民众也伫树仔骹啉水和食食。口罩戴着，而且我觉得这边空气很好，然后应该不会有什么风险吧。都尽量找一些人少的地方来享用你的美食，这样。园区表示，只要维持社交距离，就通伫较快所在食物件，食完则甲喙暗挂起来。镜头阁来到高雄大碧湖的风景区，第27也带条件开放，民众入园爱挂喙暗和实连者，袂当哪行哪食。泡茶和烘肉的区域也无开放，民众表示会尽量配合。不过我觉得这个并不影响我们运动的这种，那种习惯啊。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该配合的还是要配合。都来水公司地区管理处表示，食食是按照市府的规定，敢若会馆开放店内用餐和包顿去食。人和车的总量管制放任到5成，1点钟敢若开放3500人入园，若超过会采取一人出来，一人才通入去的方式来管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台湾，除了双北市同款禁止伫餐厅内底用餐哦，其他县市拢已经开放了。咱来看台南，大部分业者甲民众拢感觉讲会当伫现场食，实在是真好。防疫警戒降到第2级的头一天，食食真出名的台南，透早就有民众走去食羊肉汤。有民众讲会当现食是加真方便。厉害这交通方便啊，是吧？现在有板，有个板，我觉得还蛮设计还不错。店内椅仔、桌仔、菜架帮人为济，来消费的民众该先磅体温。餐饮业者等2个月总算开放现食，虽然头一天的生意也无啥起色，不过因希望会愈来愈好。啊，若桌仔会当排，就愈来愈好。是阮咧桌仔无排，较无意吧。虽然已经开放店来食物件，不过也是有业者要搁观察一下。架帮拢已经准备好势啊，煞也用袂着。我感觉这疫情也无种足平稳啦。29名哦，这有没有确诊我们也不晓得了，也看不出来了。所以说，我认为是说，等它再平稳一点。另外，汤圆虽然嘛开放现食，不过店内也是无人客。业者表示，开放店内食物件，目前感觉对生意的效益无大，民众也是较习惯早顿去食。还是会怕、所以即便开放了，你觉得还是再等一下是吗？对呀、再等一阵子再看看。有没有客人想要进去用餐？很少哈。大家都还是觉得外带比较习惯哦。防疫警戒降到第2级的头一天，南北店内现食的情形是差真济。虽然疫情缓和，嘛已经开放店内食物件，不过民众敢若嘛已经习惯将物件早顿去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汤圆节朋友款，真复杂民众为着病，嘛造成疫情传出去。汤圆嘛针对汽车旅馆、宾馆等场所来加强零检哦。警方伫2日前就查到有6个查甫查某做伙食毒，嘛依照毒品罪甲因上班。这是那个开包，这是泡的。
来到汽车旅馆临检，大园警方接到通报，有住客行为可疑，发现房内一对男女神情凶狂，桌顶也有一杯气味可疑、疑似毒咖啡的饮料。在房内查获一男一女，且发现一杯气味可疑、疑似毒咖啡的饮料，并在房外查获2男2女，并当场查扣6包毒咖啡包。搬查过程，另外有2男2女同齐往房间行来。警员当场伫2名查某人的身上查获6包毒咖啡包，随即将6名20多岁男女带回侦讯。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这什么？我的药包。你的药包？药包长这个样子。为了阻挡特殊交友款的传播，地区疫情扩散，桃园最近加强取缔汽车旅馆、宾馆群聚也是违规。警方呼吁，防疫警戒虽然降为2级，不过有关爱提高警觉。旅宿业者发现可疑住客，应该及时通报，若无依法开罚，相当将面临停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副国务卿雪曼伫伫中国天津，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甲副外长谢峰展开2场的关门会谈。王毅是讲台湾的问题真重要，要求美国唔通干涉。美国嘛回应表示讲，不管是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还是国际区域的议题，美国拢会阁继续关心。中美天津会谈，美国副国务卿谢曼先甲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举行闭门会谈。根据中国官媒所发布的内容，中国一开始话就讲甲正重，并且提出2份清单，包括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的制裁，也佫包括撤销对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引渡。谢峰强调，中美关系之所以经伫咧遐，就是因为美国一寡人甲中国当作家乡的敌人。把美国内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甩锅到中国身上，来服务国内政治，但他们是不会得逞的。唯独打压、极限施压，搞不垮中国，也救不了美国。谢曼要甲中国外长王毅开始第2场闭门会谈。王毅针对中美的关系失去控制，提出3点要求，明确地画出3条底线。其中伫咧第3点内面，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重点内面的重点，要求美国唔能随便去卡。中方还重点就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台湾、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向美方再次表达强烈不满，停止踩红线和玩火、挑衅。美国国务院是发表声明讲，这场会谈直接而且公开。雪曼也向王毅提出美国方面对中国一寡行为的担心。There are areas where we have concern. We're very straightforward about whether it's the crackdown on Hong Kong, ongoing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Xinjiang, abuses in Tibet, curtailing of media access. There are also areas where we might align: the climate crisis, counter-narcotics, non-proliferation, regional concerns including DPRK, Iran, Afghanistan, and Burma. 因后外界所关心的这面会谈是毋是卡到失败会？路透社引述美国资深官员的话讲，会谈并无讲到相关议题，也毋是这边会谈的目的。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来看南韩烦恼因的奥运代表队会去食到日本福岛的核灾食品，专工派出10来总破师，佮有营养师对代表团去日本，伫饭店家己煮食，每工提供400个便当佮会特别检查敢有辐射。这个南韩的营养师已经替奥运的国手服务超过35年。这是南韩代表队随团16个都市赛卡营养师内底的一个。伊认为讲，这边东京奥运的任务较硬斗。伊伫离选手村差不多20分钟车程的饭店供应中心，协调团队逐工爱提供400粒便当。伫送出进前，都爱体检，确保讲无辐射。 여기가 더 방사능 검사도 하고 막 다 그런다 그래가지고. 확실히 안전하니까 또 이걸 먹는 거. 伫食材方面，包含有咸椒啊，像泡菜，这拢是对南韩运来的。肉类菜色果子是当地采买的，干那这食材费都爱2亿个韩元，合咱台票是530万。不过南韩代表团即少年所的设置，互人批评。日本欧洲委会就表示讲，冬奥期间提供的食材拢是安全的。南韩文化体育观光部长王熙伊就批回讲，
政府无要求参赛员都爱卖食福岛的物件，大概拢是替奥运的选手来传物件，主要是要互这些选手有趣的感觉。伫比赛期间，逐工食的饮食唔免过头烦恼。国际奥会表示讲，过去就知影这件代志，希望外界唔通过头黏糊日韩的矛盾心结。 후쿠시마산 얘기는 자꾸 왜곡 보도가 되는데 그거는 우리 대한민국 정부도 마찬가지 정부 방침이 후쿠시마산 인근에 있는 8개 현의 거는 우리가 수입 금지면 안 됩니다. 정부 방침 따르는 거지. 우리가 한국이니까 한국 정부 방침 따르는 거고. 2011年福岛核灾了后，南韩以实在做安全的理由，真侪摆对日本的海鲜产品发出进口禁令，安尼嘛，互日本当局感觉真不满，因为伫新冠病毒来算长，东京奥运已经延1年，官方拼说宣扬奥运复兴嘛第1年出来。 推销福岛的农产品，确实是重要的任务。世界卫生组织捌伫2016年表示讲，日本当局正点阵咧监测核食污染的情况，并且实施保护措施，以避免受污染的食物推销到日本和日本以外的地区。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去日抢离合机，伫早起6点半左右，向故障停机。也毋过，园林会是表示讲，这是安全性的停机哦，目前是该找出故障的原因，嘛强调讲，目前供电绝对无问题。迄日抢2号发电机组早起6点33分煞向故障点去，园林会去现场勘查了后，确认是安全停机，毋过故障的原因还需要调查。MSRV 就是主蒸汽隔离阀。 关闭掉，造成反应器急停，控制档已经确定全路了。那至于原因，目前电厂还在查核当中。 热浪天气沤翕，用电量大大增加，所发生旭日抢2号机停机的事故。外界烦恼讲，恐惊会影响到热天供电的情形。不过台电表示，最近风台有带来雨量，各地水库蓄水率拢有增加，水力发电随时会当加入供电。根据台电官方网站日前公告电力的资讯，到早起10点为止，用电量是3597.9万千瓦，使用率超过84%。估计上大用电量有3830万千瓦。 估计比转用热率超过10%，目前显示的是供电无问题的青灯。6月份的梅雨啊，还有7月份的台风，都帮水库挹注了很多的水量。所以水力发电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来放水发电。原能会表示，旭日抢2台机组，1号机因为燃料已经放较满啊，无法度搁放。原能会顶日了表示，恐惊是无法度运转到这条到期，也就是今年12月27。即马2号机搁故障，目前核电厂发电暂时敢若剩核3厂2台机组伫放。7月份到8月份，热人的用电量直头增加，供电的压力嘛袂少。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2010年陆军的阿兵哥苏永生，因为伫军中受到不当的训练，后来因为精神疾病跳楼死亡。经过各界10多年的走总甲立法院的修法，国防部顶个月甲这案改做因公死亡复述。苏永生的爸爸讲哦，但遮尼久，总算还伊的囡仔一个公道。 2010年，陆军上兵苏永生受到中尉排长郭景志不当管教，伊方要求要全副武装，摸11支训练用木做的枪，总重量差不多15公斤，爱摸规载起。落尾苏永生得到急性精神压力疾病跳楼身亡。国防部迄当阵核定是因病死亡复述，引起各界讨论。修订相关的法令了后，国防部6月23重新核定，以因公死亡来复述。加上讲，总算是还予苏永生一个公道。我们要感谢的人有很多，我们被害家属没有感到说喜悦2个字的，只是说帮小孩找回一个公道。 2010年，苏永生跳楼身亡了后，同一年8月份，国防部核定因病死亡的复述。2年后，法院判决确定中尉排长郭景志领地部属地主人死亡。苏永生的家属了后是以这个判决来提告，要求国防部要改判因公死亡。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审判因胜诉，不过最高行政法院经一审，以行政刑事法第128条的规定，行政处分定案了后，新的证据无要采用，驳回一审的判决。2015年驳回上诉确定，加诉了后申请释宪。大法官会议虽然是无受理，不过有4个大法官提出无共款的意见。去年5月份，立委大雄灵提案，要修正行政刑事法第128条。立法院去年底三读通过行政刑事法的修正案。国防部嘛，伫6月份重新核定苏永生因公死亡的复述。对于过去很多军冤案，也应该有起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哦，就是我们对军中人权
以及行政处分上面能够秉公适时的公允的去处理。苏永生的家属甲罗乡邻希望各方部队会记得过去的假释，唔通让这种不幸的案件搁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已经严重冲击到屏东的花市产业，县政府透过伫公共空间用花草来布置，使用在地生产的花蕊哦，先选伫9个政府机关来做花艺展览。唔但要帮助在地产业，嘛会使互民众欣赏到美丽的花草，有好心情。近期民众若受到屏东美术馆也是演武场，但发现中央空地有真侪花艺展示，这是县政府用到20种超过3万支在地出产的兰花所布置。除了美化公共空间，上主要就是望伫疫情期间要倒挺在地农民。这次就是因为因疫情的关系，那屏东县的花农也有很多的花卉做生产。那这次特别就配合我们农粮署的计划，来推动我们的公共空间的花卉布置的部分。那希望在疫情的期间，能够跟花农采买一些花卉，那在公共空间布置花卉，提供疫情期间希望能够舒缓民众紧张的情绪。现主时，唔那屏东美术馆，包括在财税局、环保局、消防局、卫生局，也拢看到无同的插花艺术。公家机关带头买花来布置，唔那刺激到花市消费，也望通透放疫情紧张的气氛，鼓舞到属农工商为众人加油。还不错啊。怎么说？就是好像有在帮那个医护啊，还是卫生所人员打气这样。看到这些花之后呢，就是心情就会变得非常的好，然后在相对上工作上。也会就是显得比较轻松一点，那因为有花的这个氛围，那大家的那个情绪，然后也变得比较稳定。农业处表示，公家机关轮流花艺布置，线路外屏东县警察局、文化处、县政府大厅等所在，按算会一直展览到7月底。只要那民众有去办理公事，就通欣赏到美丽在地花产。希望通继续带动花草消费，帮助在地农民度过疫情的歹时机。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